貓村、火山、三雕嶺，4日台北去足10個地方，當然唔少得嘅仲有行山、探秘、徒步遊啦。我而家嚟到猴硐火車站啊，話說我就快閃咗台北4日3夜就親子遊啊，同我阿媽。咁琴日咧就搭咗星宇航空，除咗叉燒米好鹹之外，其實都坐得舒服又包行李，有新氣體冇廣告，竟然仲有免費 WiFi，可以 send 信息，其實都幾 surprise。到步 check in 喺台北就好方便嘅天成大飯店，之後去咗200公園咧就輕鬆行下先，跟住再去到夜市啦，曉河夜市，同埋職業病去咗呢個成衣批發市場，但係好無聊，好似長沙灣嗰個批發市場咁。咁今日嚟到猴硐火車站咧，順路就會經過個貓村。咁呢一帶咧曾經係礦業嚟嘅，但係經過變遷同埋沒落啦，就變成貓貓嘅天堂啦。好多貓貓嘅食品，跟住話呢啲係手工，跟住我買咗個磁石粉紅色爆炸頭嘅貓，然後租咗架單車沿住基隆河踩去三雕嶺隧道嘅入口。咁要預約嘅，跟住呢個位咧小心跌嘢啊，好大個窿。一入到嚟洞口係伸手不見五指，都見到少少嘅，人就係咁樣喺個洞口影翻出去個背光倒影。而家嚟到第2條隧道位咧，係可以踩單車嘅，跟住同埋係會有機會有蝙蝠嘅，好期待。好細聲，因為見到有堆蝙蝠。咁我踩咗2個鐘左右，嚟到牡丹站，自己就覺得租車係超級緊要。如果 keep 住行1-2個鐘隧道咧，都幾悶。咁所以咁樣踩單車咧都幾輕鬆，或者時間咧可以充實啲，個行程就會去埋實份啦，可以。好香喎！大家翻嚟先食嘢，而家咁樣行都幾有 feel 啊，真係。因為順路三雕嶺啦，所以先即興嚟埋實份。嚟到先知原來就係出名放天燈嘅地方，同埋睇到其實幾多都會墜機噶。最吸引我嘅都係呢條吊橋，放航拍嗰陣幾驚撞到啲天燈啊！入夜食埋嘢，等到8點班火車，好 Q 嗰隻貓貓就咁坐咗喺火車站度，然後翻到飯店，本身想做埋 gym 但係收咗亂。我 gym 房就係開到10點嘅啫，我仲諗住過嚟做下 gym 添。好，咁就翻到嚟啦，咁就休息。